謝賢離世，謝霆鋒緊急返港處理後事。當不少粉絲得知謝賢離世，而謝霆鋒亦已經趕返香港處理家事之後，大家幾乎都認定原定舉行嘅青島演唱會應該會取消，甚至有部分已經成功搶到門票嘅觀眾開始向平台查詢退票安排。不過大麥方面嘅回覆卻完全出乎大家意料之外。謝霆鋒原定喺7月25號及26號於青島舉行演唱會，呢一場亦係佢今次巡迴演唱會喺山東唯一一站，所以一直受到大批歌迷關注，門票亦早已被不少粉絲搶購。突如其來嘅變故，令外界一度相當擔心演唱會會否受到影響。事件發生之後，多間媒體都向大麥平台查詢最新情況。面對大量觀眾嘅詢問，大麥客服就作出明確回應。截至目前為止，平台暫時未收到任何延期或者取消演出嘅通知，而原定喺7月21號進行嘅第3輪售票，亦依然按照原定計劃正常開售。平台同時表示，如果主辦方之後有任何安排上的調整，將會第一時間透過短訊或者電話通知所有已購票觀眾，並且會開放免手續費退票安排。換句話講，目前演唱會暫時未有取消嘅消息。不過謝霆鋒目前身在香港處理家事，舞台籌備以及彩排工作亦因此受到影響。最終演唱會能否如期舉行，目前仍然存在變數。面對呢個突如其來嘅情況，歌迷嘅態度亦相當包容。不少人都表示理解謝霆鋒目前嘅處境，無論演唱會最後如期舉行定係需要延期，大家都會配合平台及主辦方嘅安排，並唔會過分責怪。一場突如其來嘅家庭變故打亂咗原本所有安排，而大麥嘅官方回應亦暫時解開咗觀眾心入面嘅疑問。世事始終難料，無論呢場演唱會最後嘅結果係點，喺呢個時候理解同包容，或者先係最重要嘅事情。